粉日7分房，也计划工业去做新竹米粉，听从我以为条件，新竹嘅地理环境和加气候，促出米粉的特殊口感，也下大家见广东米粉就想到新竹。对福建惠安传来新竹做米粉嘅功夫已经有几百年呢，也下新竹米粉早就唔可以用传统嘅方式来做。 其起自通化做得出产大量嘅米粉，一间米粉工厂当年生产呢出上千件，东到米粉也冇按顺呢，价就落得为保守粉。不过也有人坚持用传统嘅方式，当年将生产呢出150到200件嘅纯米粉。 天下萬國，新竹市延平路嘅4項度，見睇到機器隆隆滾嘅聲，福建嘅連殺同創下關聯，請看到主人各類尖，無下呢頭一索索，今年一夜面，當你機器度麼？國服嘅營業，但是係一樣開始，唔過樓上一推嚟比，竟然算係幸福嘅。現在我有改了啦，時間是像我們這樣上班，下午送貨，以前。 在20幾年前的時候，早上1、2點才有做，早上6點出貨嘛，因為它這樣的蒸汽才有賺到錢嘛，比較重。可是放到下午的話，怕會壞掉，太悶了，所以我現在給它涼了後，我才有再送貨。特別為到輔助師，3公半夜做行廠做米粉，營業有營業，偷創業高點也冇嘅成法，一直到第3台。 個年經接觸過後，就天天的改作、打造作，連啱頭送貨嘅方式。啲當天還傳定計劃，好菜唔做煮料料，啱樣唔加米粉料。另外啲4買嘢，冇加到延平路，一隻主要做米粉嘅素材。要說不要加米粉料，是說很辛苦啦。從前的人啊，這米粉料就是辛苦的工作啦。看到說。 哦，你每天都要做的整身都是那黑兮兮的，好累啊！所以盡量不要嫁給那一種的。咁嗰啲咩全部係自己做啊，一般係做人工啊，做人工發做出來。而家睇哦，自己發出來咧。唔但將係中央嘅行程嘅改變。 無論係愛摸愛折，也係用配找一條，用機器過後，辦自動化生產，係簡單嘅做米粉嘅時間。也改進動咯。它是全用手工，兩下樣把那兩統統科技化了，又改進動多了。要不然敢用吹爐啊，啊兩下唔是啊，兩下試一下吹下出來，個壓縮就出來的呀。 佢把下盤嚟排一樣，個太個盤啦，吹好一樣，強一講啊！啊兩唔是啊，太痛鍋出來的呀，出來是個壓縮出來是兩米粉啦。早期當然是用石磨下去磨米的，然後慢慢的我們可能用機器去磨米，然後我們有一些預糊化的這些步驟，以前我們都是用人工的，用蒸籠。 用大鍋大灶的，那現在慢慢的，它就會用一些現代化的機器設備，讓我們這個可以做一個自動化的流程。新竹市係台灣米粉嘅主要產區，早上單車行亞海順嘅工廠就有幾百間，不過小規模嘅家庭工廠，而且米嘅本機械化工廠台灣鐵，仲細件米粉廠並也一件網鐵。 也係米粉料嘅米粉工廠，也將存到這個景天。外銷也很多啊，外銷啊，韓國啲係啲普通大賣場嗰度啊。不過派遣米粉廠用自動化大量生產，一般新竹米粉每個搶啲新竹裝飾得多，海內外都買到新竹米粉。以這個純手工的部分哈，它當然有一定的市場，但是因為 價格的關係，所以說這個價格讓這一個產品哈的量不是很多。
就算关于面价，几十年来都算稳定。不过，现在很多年来国际原物料的变化，用菜来米为主要原料的新种米粉，也陆续进去。当然，玉米大涨哈，那所有的玉米，我们几乎台湾的玉米几乎都是美国进口的，那有一部分是韩国进口的，好，当然东南亚也有一些进口，不过现在目前就是说整个市场上的需求还有国家的限制。所以说，这些原物料就一直大涨。原来早在20年前，这种米粉就唔单单系用菜来米为唯一的原料，有少有人吃点简易的包粟粉、面粉也得，甚至单单用包粟粉来做。谁知道米粉生产的成本还较便宜，注意了冇按容易面。业者还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在生产纯米的米粉。那也有加了一半米、一半玉米粉，也有纯粹是玉米粉生产的这个米粉。米粉唔系米做的，也可能系一多人冇办法想象的事情。不过，也下市面上买一袋米粉，但是系老店加种原料做的。一般消费者也做见惯的一条做唔面的米粉。不过，新竹地区也有一道面摊的。几十年来，才系坚持卖纯米做的米粉。一般手工米粉，因为客家人讲脆粉，也你种下人吼，好会说，好老人家好有接受也的米粉啦。因为我买3台咧，阿婆我家干，我接下来买3台人都买亚家的米粉啦。因为佢蛮多家很多台人啦。面摊的他也是有便宜的啊，可是他有的人卖习惯了哈，还有客户吃习惯了，到时候有时候去面店里我有听过说他去买那个便宜的来卖看看哦，说客人来吃说差很多，你的有变调了，啊他又回来再拿我们的啊，没有因为他做生意的一定要有利润高一点比较好嘛。还有人坚持要食正经的米粉，故所米粉料还系有1-2件入闸，还继续用纯米来做。高连接就是其中一个。从我爷爷这样延伸过来哈，都是一样的，都没有改变。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行改，因为我们是做传统的，一定要用米做，不行说。把人家说怎样又添加什么，我们都没有。以米粉来讲，纯米的是最好吃的，也是对我们人最好的。好，那第二种米粉当然是一半米，一半玉米粉。好，那这个口感当然是仅次于这个玉米粉做的。3台传下来，做纯米粉要当长时间。我发像老店包粟粉的制作方式，做了上一系列工，将板椒炸走过后，搞到绵，炸做一只嘅板切，过送入农场度，整到3分熟。标冷过后，再做嚟做下一铺。因为果坛只能蒸3分熟才有粘性，你太熟的话哈，等一下机器搅拌不出来，会太黏了，一直搅拌，所以一定要只有3分熟，它有松，它会松松的。米粉比较好做。半两钟过后，我拖进冷铁的板切，送到机器度搞面来。过后再开始纯米粉的关键程序，用机器轮到圆一堆嘅，像国博用一台机器蛋糕的数位型，竟有几10年的历史。国博的米粉我按好食，全系20世纪。所以这一块是历史最悠久的啦，你米粉起来的关键都是靠这一块，所以这块不能坏掉哦，要保护好啊。对啊，所以你米粉要怎样呢？好吃就是靠这一块，把它抡起来也会砸死，就是靠这一块而已。近期轮到直播的米片，个放入油压机度的同调的度。从空气度剪出一条条的生米粉，可送入农场度蒸熟来。当用米香米的米粉就差唔多好嘅，
不过國務為了拌米粉有傳統米，連農場嘅調動時也堅持用竹嘅做，也係樹嘅做，冇愛用一般嘅塑膠，也係鐵嚟落溫鐵。因為木頭蒸籠是有古早味，因為它比較會吸水。因為你用白鐵的話，哈，你蒸汽下去的話，哈，你純米的東西下去，有靠到那個蒸汽的水啊，白鐵啊，它會爛掉。你用木頭的話，哈，它會吸水。因為你下來還有水汽在嘛，它會黏住。你不水吸的話，塑膠氣在那裡會發酵，不行，會黏黏的。盡量還是用古早的竹編，還有木頭來蒸，它會吸水。起用煎甜，和皮嘅多米香米，國務兩公婆當家嘅頭一長長，蒸好嘅米粉拿出來，個米粉係咪釀做一家人，同家調出山來讓啲煮得別好。等佢冷嘅，等佢送到附近嘅鄉鎮面攤嘅，食啲米粉一樣也做好嘅。濕的米粉是直接給面攤的，因為濕的價錢會比較便宜，它不用曬。乾的為什麼要曬？它費工，它蒸汽的都沒有，曬乾能保持時間多久一點。像濕的1斤才50塊，乾的1斤就要120了。唔過食啲米粉最多都係幫建議天天保水冇暗蓋，喺個我做早嘅米粉，再多一個工，幫啲複雜風吹熱炸。因為我靠天氣曬，一定要有太陽才會殺菌，保持期限的話會久一點，才會乾得透。它曬做也要1天嘛，哈，曬也要8個小時以上，天氣不好都要曬2天。所以我天氣好都做多一點，像我們東北季風最好，我們的季節，它曬的時間更快，6個小時就 OK 了。新竹這個地理環境的關係，哈，新竹的地理環境它是從這個山這一邊哈，它是沿着海的那一邊哈，呈喇叭狀的這個開口，所以說當東北季風來，或者夏天的時候西南季風來，它這個風受到這個喇叭口的這個限制，然後它變得更強，所以說我們在這個西埔地這邊，最後會形成整個米粉的這個廠商全部都聚集在這個地方。其實米粉無論原料係咩純米為主，風吹熱炸嘅米粉品質都比機器配造嘅更加好。日係採購新竹風嘅米粉，比其他地所生產嘅受歡迎嘅原因。如果我們在機器乾燥這邊要調到原來11%，是無法符合所有每一片米粉的乾燥度。因為天然乾的話是老天爺控制好那個水分和濕度，那機器乾燥的部分，絕大部分我們是採用一律式的烘乾，那出來了以後米粉的水分都是稍微比較低一點，所以說整個 Q 度和口感是自然乾的是最好。馬街都愛望天公伯，因為按樣佢買到本新竹風採購嘅米粉。也係杜重發。我們現在做米粉是每一天都製作，但是依照天氣的安排，那我們就把米粉拿出去外面風乾。當我們把米粉風乾了以後，我們就開始分級，就是說我們有機器乾的，有自然乾的，那再做一個分級。天氣好才有200斤，對，天氣不好就做150，剩下的才有曬。像8月到11月是我的旺季，都做多一點，看天氣啦。天氣好都做多。同樣係採新竹風生熱頭，唔過純米粉因為生產嘅工檔多，產量少，加時但是比一般老店嘅包熟粉嘅貴一批，故所一般市面上很難買到。唔過養生按時行，開始影響嘅米粉業，純米粉嘅接受度越來越高。呢種業者一個部長要重新思考自家產品。既然市場有這個需求，我們就會嘗試去做這一部分的修正，或者去進這一部分的原料，然後去符合現在市場上面的需求。好，那以有機的來講的話，現在
崇尚的是养生的东西哈。那以非基改的来讲，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食品哈都已经受到这个基因改造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泛滥，所以说我们也会去思考这一个市场的存在的必要性。米粉业也必须要面对全球化基因改造的上落，因为亚下做米粉是一位保守款，但是从美国进口，差唔多也都係基因改造為主。算係台灣傳統米色的米粉，人也加減為米糊，一樣嘅切唔係基因改造嘅原料，更加係含口貼。基改來講的話，以基因改造來講，是美國是最大宗的。好，那非基改的話，我想在這個整個玉米的這個市場來講，現在應該只有剩下南非有這個非基改的這個玉米，所以說我們嘗試從南非這一邊進口一些非基改的玉米，來製作這個非基改的米粉。由福建飛鵝傳入新竹嘅米粉，因為新竹風來有名，傳嚟幾下推演，變化出新嘅技術來用嘅。不過生產技術嘅改變，則帶來新嘅義務來挑戰。大家開始懷念嘅傳統生產方式，也按拄好嘅3塊一個重結。以上就係一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感謝大家嘅收看。係講詳情有乜嘅意見，也可以自行愛提供，每場同人聯絡。再見。